崇拜就會開始，請會眾起立。滿有恩典慈愛嘅上帝，你係配得我哋敬拜。今日一班屬你嘅子民，按着你嘅吩咐喺安息聖日嚟到神你嘅殿嚟到聚集敬拜。願神你嘅靈降臨喺當中，引領我哋，讓我哋喺敬拜當中能夠經歷到神你嘅臨格、你嘅榮耀、你嘅豐盛。禱告奉靠主耶穌的聖名祈求。阿門。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各位來賓嚟到我哋九龍教會裏面一齊聚會。咁咧，我都知道咧喺過去一週裏邊啊，我哋都係經歷緊各自嘅生活，但係喺安息日裏邊，我哋就好似嚟自唔同嘅地方聚集埋一齊。我哋可以喺呢度彼此分享我哋嘅生活，可以彼此分享我哋嘅感恩。可以彼此分享上帝喺我哋生命裏邊所做嘅工，亦都同樣喺今日，我哋可以聚集埋一齊，同感恩靈喺上帝嘅殿裏面同心敬拜。願意我哋都可以打開我哋嘅心，同樣亦都係歡迎我哋每一位身邊嘅朋友、弟兄姊妹，無論你係識佢嘅、唔識佢嘅，我哋都懷住感恩、歡喜、快樂嘅心，因為我哋因為同一位上帝而得到。我哋有咁多美好嘅朋友喺當中，倒不如咧邀請大家向你哋嘅身邊嘅朋友、弟兄姊妹揮揮手、點點頭，同佢打個招呼，同佢講聲安息日快樂，好歡迎你嚟到，好開心見到你，好掛住你，希望每個星期都可以見到你嘅面孔，好嘛？好，我哋同隔離左右打咗招呼未啊？打咗啦，咁不如咧，我哋再跳多少少，同你前多少少、後多少少嘅朋友又打聲招呼咧，係啦，可以同山頂嘅朋友打聲招呼，係啦，同山腳嘅朋友又打聲招呼，係啦，唔使怕醜嘅，因為喺屋企裏面咧，其實我哋可以放低好多我哋平時喺外邊一啲嘅重擔，包括我哋同人接觸可能有啲隔膜，但係希望返到教會裏面，我哋可以衝破呢種隔膜，願意我哋進入我哋嘅崇拜，讓我哋都打開心，我哋滿懷感恩、滿懷歡喜嘅去敬拜、讚美我哋嘅上帝。讓我哋開始敬拜嘅時候，邀請大家一同起立，我哋眾唱在主寶座前。
喺聖經裏面咧，馬太福音25章佢講到，佢話咧有一句説話，佢話咧當你哋將呢啲事咧做喺我哋弟兄中最少嘅一個身上嘅時候咧，就係做喺我身上。原來咧，我哋每一件小事咧都唔好睇小佢。可能我哋有時候會覺得做件事太微細啦，唔值得重視啊，或者係疏忽咗。但係原來喺主耶穌基督嘅角度，我哋每一件事喺佢眼裏面咧，都係被察看，都係被重視。同樣，今日我哋對人嘅每一件作為，其實亦都正正係佢看見上帝作為嘅機會，即係話今日我身上面所經歷嘅嘢，其實同樣就係身邊嘅人俾我嘅一啲嘅幫助，而令到我看見上帝嘅作為。今日我哋有冇啲想同人分享，好想令到大家都看見，其實上帝係同我哋每一位同在嘅呢？如果你有想分享嘅，可以作為我哋互相勉勵嘅一啲嘅見證，歡迎你舉起你嘅手，我哋有咪去到你嘅跟前。或者你亦都好想可以得到鼓勵，或者係我哋喺禱告裏面互相紀念嘅，你有願意同我哋一齊分擔嘅事項，你亦都可以舉起你嘅手，我哋同樣俾機會大家可以喺呢個時刻，我哋互相嘅去紀念。通常咧，大家都好怕空氣會安靜，因為當空氣安靜咗嘅時候，就會有一種氣氛出現咗。但係其實我哋唔需要害怕，點解？因為我哋平時喺屋企都唔會長時間講嘢㗎啦。咁點解我哋會害怕我哋喺教會裏邊靜止咗個空氣呢？相反，安靜亦都代表緊，其實大家都喺度思考，所以我相信你哋而家所思考緊嘅，其實上帝都聽到。不過，你要唔要同大家分享，可能係另一個回事。但係安靜嘅空氣，其實亦都係讓我哋可以享受嘅時刻。如果呢一刻你未有想同大家分享，未想開口講嘅事項，唔緊要。你可以留喺你心裏邊向上帝禱告，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渴望大家為你禱告嘅，唔使怕醜，因為我哋喺家裏邊係唔需要因為擔心講出嚟，反而你願意講嘅時候，大家對你嘅了解多一點，更加會幫助我哋知道點樣去關心你。所以你喺呢一刻，如果你有願意想分享嘅，可以舉起你嘅手；如果冇嘅話呢，咁等多一陣，咁我哋就會去到另一個環節。咁所以咧，俾多少少時間大家去思考。係 Susan。或者咧，我喺度都邀請大家咧係為九龍三育中學咧嗰個福音週祈禱啦。咁每一個學年咧，我哋都會係喺學校咧舉辦呢個福音週嘅。咁下個禮拜咧係第二週㗎啦。咁我哋好多謝寶如教士同埋泰教士佢哋咧就安排咗好多嘅活動俾啲學生。咁我哋好希望藉著呢個嘅福音週，能夠係將呢個福音嘅種子咧，係散播俾每一位嘅嚟到三育中學學生。咁懇請大家係代禱。多謝 Susan 你嘅分享。今日我哋在座坐喺呢個地方，亦都學校同我哋係緊密相連嘅嚇。學校同教會咧，其實係要互相配合。我哋先至能夠成就咗今日嘅我哋，係因為今日我哋每一位其實都係好多人啦，都係經歷過學校嘅培育咁樣去成長，先造就到今日嘅我哋喺呢一度可以喺教會裏面
互相造就，繼續為上帝發熱發光。所以多謝 Susan 頭先嘅禱告，盼望住我哋啦都可以係喺私底下繼續為到九龍教會嘅發展，為到九龍三育中學嘅發展去同心禱告。仲有冇其他？如果冇嘅話呢，咁我哋今日嘅見證咁一時刻就暫時嚟到呢一度，邀請大家可以將你嘅禱告事項、你嘅分享事項留待下個星期再繼續分享。咁我哋即將呢會有牧養禱告嘅時刻，喺牧養禱告之先，我哋有請詩班。邀請大家方便嘅一齊向前跪下，我哋誠心禱告。慈悲仁愛天父上帝，萬物嘅創造主，你創造一切，你係開始，你亦都係終結。喺初始我哋犯罪嘅時候，你原本可以抹去一切，讓所有嘅罪惡結束，但係你愛我哋。你用無比嘅愛去俾我哋恩典同埋救贖嘅機會，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可以認識你、依靠你，感謝你俾我哋可以喺安息聖日裏面一同嚟到你嘅聖殿之中，喺你跟前同心讚美你、歌頌你。求主你繼續鼓勵、幫助，使我哋能夠將恩典分享俾我哋身邊每一個嘅人，讓更加多嘅人可以聽到你嘅福音。主，我哋都祈求喺遠方係有戰亂、有紛爭。求主你用大能嘅手，讓因而受苦嘅人係得到幫助同埋安慰，讓佢哋係可以得到救治。身體不適嘅患病嘅弟兄姊妹，可能佢哋未能夠同我哋一齊返到嚟我哋主嘅聖殿之中。求主你紀念佢哋嘅身心靈嘅軟弱，讓佢哋獲得合適嘅治療，係可以喺佢哋治療嘅過程裏面，亦都繼續堅固到佢哋對主嘅心。喺過程之中，亦都可以經歷到主你嘅恩典。啱啱你都聽到九龍三育中學嚟緊會有福音週，求主係幫助呢個咁重要嘅撒種嘅事工，亦都喺撒種嘅過程同埋喺發芽嘅過程，都求主你繼續帶領。我哋知道喺學校裏面嘅事工好困難，人好多時候盡好多個辦法都冇辦法做好。主，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但係你可以。求主你將更加多嘅恩典、更加多嘅聖靈配降喺九龍三育之中，讓你嘅福音係可以喺度廣傳。我哋都知道九龍三育中學同埋九龍教會而家進行緊地契續約嘅事情，求主你保守，讓一切都順利。主，我哋求你喺我哋每日聽到好多令人沮喪嘅消息，或者喺我哋自身經歷緊苦難嘅時候，我哋仍然能夠有一個堅定嘅心志去追隨你，能夠讓我哋可以憑住你勝過每一次嘅試探，仰望你，等候主你嘅歸來。主，我哋都將今堂嘅聚會同我哋主講人周牧師交託，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誠心所願。各位請坐。上帝咧俾咗好多唔同嘅恩賜我哋，佢俾我哋有能力去工作，佢俾我哋有能力去用自身嘅一啲恩賜才幹去幫助其他人，造福更加多嘅人。今日可能你會覺得你唔知道自己嘅恩賜才幹
喺邊度，或者唔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做到啲乜嘢。但係今日上帝話，只要你願意嘅時候，其實你就可以參與喺上帝嘅工作裏面。無論係將你自己有嘅能力你識嘅嘢，或者係你僅有嘅少少嘅金錢，喺上帝嘅眼中都係同樣咁偉大。因為上帝悅納嘅係我哋樂意奉獻嘅心。今日我哋點樣去將我哋由上帝交俾我哋嘅財富好好去管理，用喺佢嘅事工上面呢？讓我哋都一齊去思考，亦都喺呢個時刻，我哋即將會有奉獻嘅時候，我哋都可以細心思考一下，我哋想點樣去使用我哋嘅金錢，作上帝嘅工作。喺我哋奉獻之先，我哋會有一條嘅短片，叫做將上帝放喺第一位。我哋一齊細心。上帝最大嘅心願之一就係佢嘅子民將心歸回。佢話：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當我哋因遵行佢嘅道而喜樂嘅時候，就知道我哋嘅心已經係降服於佢，唔再受魔鬼嘅影響，而係讓上帝引導我哋，塑造我哋嘅生命。使徒保羅講得好：我已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當耶穌住喺我哋裏邊嘅時候，跟隨佢嘅要求係自然而然嘅。如果我哋嘅心冇完全降服，完全愛佢，或者以捨己為樂呢，就會變得好艱難啦。懷愛倫提醒我哋話：如果我們把心獻給耶穌，就也必奉獻禮物給他。點解有陣時奉獻會咁難呢？通常係因為我哋嘅心冇完全降服，唯有將心交俾耶穌，奉獻先能夠變成一種喜樂。今日就讓我哋祈求將心完全交給耶穌，讓佢住喺我哋嘅裏邊。上帝嘅工作有賴於委身耶穌嘅心。你渴望睇到福音傳遍世界嘅每個角落嗎？將你嘅心交俾耶穌啦。你渴望耶穌再嚟結束罪惡滿盈嘅世代嗎？請將你嘅心交俾耶穌啦。當我哋歸還11同埋繳納奉獻嘅時候，讓我哋祈求將心交俾耶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今日我哋所收嘅奉獻係綜合奉獻，有請執事收捐。感謝天父上帝賜俾我哋係有機會作出呢一個奉獻，求神你帶領呢啲捐獻能夠喺你嘅聖工上面能夠發揮佢最大嘅作用，將呢個福音傳俾未信嘅人，等你翻嚟。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誠心所願。奉獻係睇我哋嘅心，
同樣我哋可以有好多嘅嘢去敬拜讚美我哋嘅上帝。跟住落嚟，我哋有本行嘅黃心月姊妹為我哋帶嚟一首嘅詩歌頌讚，去讚美上帝。我哋將時間交俾黃心月姊妹。我今日要分享呢首詩歌呢，就係《如鹿渴慕溪水》啦。呢一首歌呢，其實一路都係我最中意嘅一首詩歌嚟嘅。我中意嘅原因唔係因為佢嘅歌詞令到我好有共鳴嘅，而係因為佢嘅旋律。喺我高中嘅，唔係喺我中學嘅時候，我考完鋼琴8級啦。咁喺嗰個時候，好多人都會覺得8級鋼琴就係一個終點嚟。亦都因為嗰時中學嚟緊要準備考 DSE 啦，要開始讀書啦，亦都因為我媽覺得好貴啦學琴，咁所以咧就冇再學琴啦。咁冇再學琴，冇再考上去之後咧，咁就好少再掂過屋企個琴。咁講緊係有幾年我都冇打開個琴再去彈過。咁咧，直到好多年後之後嘅一個禮拜六，我記得係喺九龍教會嘅。我唔記得咗個原因係啲乜嘢，我唔記得係有人彈咗呢首歌啊，有人播咗呢首歌，定有人哼咗呢一首歌啦。總之我喺教會呢度一直聽到呢一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就而家 Panda 彈緊呢個旋律。咁呢個旋律咧就塞咗喺我個腦裏邊好耐，係咁喺度 loop。咁咧到翻到屋企之後咧，我就終於啦將呢個塵封嘅琴打翻開，咁就憑我嘅記憶咧喺個 keyboard 度撳翻個旋律出嚟。咁嗰時我就問我老豆：喂，老豆，呢首係咩歌嚟嘅？即係好中意、好好聽個旋律。咁我老豆就答我：呢首就係《如鹿渴慕溪水》。咁就係呢一首歌啦，令到我之後即刻上網揾翻成個歌譜出嚟，自己喺度彈啦，亦都開始慢慢揾一啲自己中意嘅詩歌啦，一啲流行音樂啦，一啲古典嘅音樂啦，自己喺個鋼琴上面喺度彈。所以係呢一首歌咧，令到我從前要交差去考試彈琴，轉變到彈琴係為享受、為音樂。所以點解咁中意呢一首歌？係呢一首歌令到我今時今日再次彈翻琴，喜愛彈琴，直到今日成為咗教會嘅司琴啦。雖然一啲都唔勁，我記得我要司琴嘅時候，每逢禮拜3我就會捉住蕭牧師，你快啲俾個歌名我啦，我要喺屋企自己練習下。一啲都唔勁，但係亦都係因為呢首歌咧，令到我可以將以往我媽俾咗咁多錢我學琴嘅呢一個course 咧，去用嚟奉獻翻俾上帝嘅。所以如鹿渴慕溪水。呢首歌咧係喺1984年有一位美國嘅作曲家根據詩篇42篇所寫嘅一首歌。上帝可以令到音樂跨越語言、跨越國家、跨越年代，影響住每一個人唔同嘅生命。As the deer。As the deer panted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eth after thee.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You're my friend and you are my brother, even though you are the king. And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 other, so much more than anything.
You alone, not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And I want you more than gold or silver, only you can satisfy. You alone are the real joy giver and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alone, not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Amen。感謝上帝。原來喺我哋早期嘅時候，上帝已經借住我哋身邊嘅人對我哋嘅幫助去裝備我哋。頭先好感動聽到黃心月姊妹嘅分享，唔單止係首歌好聽，唱得好聽，更重要嘅係佢所分享嘅，亦都俾我哋見到，原來好多時候上帝會用我哋身邊唔同嘅人去幫助我哋，去造福佢嘅成功。唔知係咪同今日嘅正道題目吻合咗呢？成為上帝祝福嘅管子，講咩我唔知道，所以要等周牧師為我哋揭曉到底係正道題目講啲乜嘢。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第2章36至到38節。我哋有請黃燕文姊妹為我哋讀出。大家好，安息日快樂。今日嘅經文係喺路加福音2章36至38節。又有位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力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從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現在已經84歲，她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上帝。正當那時，她進前來感謝上帝，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論這孩子的事。今日我哋帶嚟正道嘅係新蒲崗教會嘅堂主任周敬仁牧師。咁周敬仁牧師咧，佢而家就係一個半職緊嘅傳道人，係啦。咁關於佢嘅嘢咧，我相信大家對佢唔陌生。咁但係如果大家想熟悉佢多啲咧，咁就唔適宜由我把口介紹，適宜咧大家從佢所分享嘅上帝話語裏面去認識佢本人更加多。咁所以咧，跟住落嚟，我哋將時間交俾周敬仁牧師，為我哋帶嚟嘅正道題目係成為上帝祝福嘅管子。因為周牧師佢今日會有簡報嘅，咁所以咧台上嘅我哋請稍兒玉步去到台下。各位早晨，平安啊！好，咁啊有個心靈故事咁樣講，咁咧就係一隻大黃蜂啦，同隻蜜蜂講，即係好埋怨咁講，真係唔明白，其實我哋好多都好相似啊，有一對翼，有個大肚腩。
當你唔明白，啲人一提起你咧就好喜悅，但係講到我咧就好懼怕。跟住佢好憤怒咁講，其實講外形，我靚仔過你啊，講能力我就大過你，硬係唔明白啲人係喜歡你唔喜歡我。跟住嘅黃蜂咧就回應大黃蜂先生，係你講嘅冇錯，啱嘅。但係人哋喜歡我，因為我可以提供俾人哋有蜜糖食啊嘛。咁你可以提供到啲咩俾人呢？咁其實一個人嘅價值唔在乎佢擁有咩嘢，係在乎佢能夠貢獻到啲乜嘢俾人。一個人嘅存在，如果唔能夠成為別人嘅祝福咧，咁你縱使有更多嘅財富、更多嘅技能、知識，都係枉然嘅。今日好想透過聖經一位長者嘅生命嘅榜樣，讓我哋一齊去學習點樣成為上帝祝福嘅管子。咁喺呢個路加福音2章36節咁講，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係亞設支派法內利嘅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啦。從作童女出嫁嘅時候，同丈夫住咗7年就寡居啦。咁啊，少少介紹啦。亞拿係先知，係上帝呼召佢，係上帝嘅代言人。咁佢係亞設支派，係12支派其中一個支派，喺個以色列北部嘅地方。咁係法內利嘅女兒。另外呢度講佢咩啊？寡居。咁佢呢度結咗婚7年，先生就過身啦。咁亞拿咁一生都係幾坎坷係嘛？幾不幸。因為點解咧？喺猶太人嘅文化裏邊咧，寡婦咧係被人鄙視，係嘛？唔重視。點解咁講咧？喺舊約路得記拿俄米經歷，拿俄米對他們說：不要叫我拿俄米啦。拿俄米嘅意思就係甜嘅意思。要叫我馬拉，馬拉意思就係苦嘅意思，因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因為點解咧？拿俄米同埋佢丈夫兩個仔，因為當時猶大地方饑荒，佢哋就去到呢個摩押地去生活。冇幾耐，先生過身，再冇幾耐，兩個仔都過埋身，咁就成為寡婦啦。咁佢就翻去自己家鄉。就同啲同族人講：你唔好再叫我拿俄米啦，我唔係甜啦，你叫我馬拉啦，我係苦啊。所以係佢嘅生命都係即係當時代嚟講，女性都係被欺壓啊！唔好今時今日都係喎，係嘛？如果有啲住新界嘅都知道，啲圍村女性咧被欺壓，冇丁權，冇地分，係嘛？今時今日都係。咁另外，亞拿仲有啲咩咧？年紀已經老邁啦。從作童女出嫁嘅時候，同丈夫住咗7年就寡居了。現在已經84歲。另外咧細字咧寫咩啊？寡居了84歲。即係有唔同嘅學者，有啲學者就認為係第一84歲佢年紀，但係有啲學者就唔係，因為寡居84年啊嘛。即係童女時候結婚，童女嘅13歲可以結婚㗎啦。猶太人跟住結咗婚7年，都20歲啦。跟住老公死咗，守寡84年，咪即係可能104歲咯。即係有兩派學者，一啲就認為佢係84歲，有啲就認為可能104歲，但係唔緊要，都係長者，都係年紀老邁，係嘛？咁我2014年咧，區會調動我去到呢個新蒲崗教會侍奉。咁啊，新蒲崗教會都大部分都係長者。咁另外咧都要兼顧埋新蒲崗長者鄰舍中心嘅工作、報道工作，又係長者。咁啊，好多時開班組同啲參加者傾談啊咁樣，即係認識佢多啲、了解佢多啲，又觀察到佢哋多啲。
長者身體狀況係點㗎？眼又毛，耳又聾，牙齒又鬆落，膝頭哥痛，有回應啦，係咪大家？係咪好親切啊？受緊啊，係嘛？係嘛？行動唔方便，又慢，係嘛？另外心理方面係點咧？精神方面冇乜記性，係嘛？又點啊？孤單啦，又點啊？沉默寡言啦，又容易抑鬱啦，係嘛？咁一般長者嘅生活平時係點過嘅咧？咁我即係問啲老友記，佢話：哦，朝頭早去晨運咯，晨運完飲茶咯，飲茶買餸咯，買餸跟住煮飯咯，跟住睇下電視咯，跟住就四圍行下咯，係咁上下個咯。如果積極啲嗰啲會點咧？積極啲嗰啲咧會嚟中心參加班組咁咧另外又會做義工，嗰啲係活躍啲嘅，即係個思維都好啲嘅。因為我10年啦，已經差唔多11年喺中心，即係觀察到經常嚟中心參加活動，又做義工，係醒好多嘅。如果成日病埋喺屋企嗰啲咧，就真係吽哣啲。咁另外咧，如果唔活躍嗰啲點啊？周身病痛啦，又怨呢樣又怨嗰樣，愁眉苦面啦。我記得有一次同阿黃美玲姑娘，即係佢都經常嚟中心做服務，幫助啲老記篤手指啊、驗膽固醇啊咁樣。咁佢另外又會係關心啲長者。佢話周牧師可唔可以陪我一齊去探個老記咧？咁啊，好啊好啊，喺新蒲崗區。咁啊上到去坐輪椅，有工人姐姐，但係唔願出街。成日又喺度愁眉苦面，怨呢樣怨嗰樣，又話病痛又暈啊乜，真係成日病埋一齊，病喺屋企真係咁嘅狀態咯。如果肯出嚟喐多啲咧，就唔同啦。但係我從聖經裏邊睇到咧，亞拿雖然一生咧充滿咗憂患不幸，但係聖經冇記載佢任何即係點樣苦澀啊、憂悶啊、埋怨啊，或者陷喺呢個苦難當中喎。點解啊？因為有神，神俾到佢生命有活力，人生有意義，人生有盼望，好唔同。咁另外亞拿嘅生活平時係點過嘅咧？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禱，晝夜侍奉神。並不離開聖殿，即是表示佢冇離開上帝。我哋點樣可以唔好離開上帝咧？耶穌喺約翰福音15章用咗個比喻：我係葡萄樹，你哋係枝子。若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裏邊。耶穌教導我哋常在主裏邊。點樣可以常在主裏邊啊？讀經啦，係嘛？離唔開噶啦。喺詩篇1篇第2節，好大鼓勵，為敬畏耶和華咩啊？為晝夜思想，為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耶穌基督嘅榜樣都話俾我聽，神嘅話語俾到佢力量。耶穌基督喺曠野40日禁食之後，受到撒旦嘅攻擊。耶穌3次嘅回應都係用神嘅話語嚟到對抗，係嘛？咁我哋教會嘅長老都好有心，佢都鼓勵教友咧點啊？翻屋企抄聖經，翻到嚟咧就背聖經，個個都有功課做。咁其實我讀多聖經、背多聖經係好嘅，真係嘛？咁另外我哋係點啊？祈禱，天天祈禱。耶穌都係啦，係嘛？喺曠野去開始侍奉之前，40日喺曠野祈禱。當佢要揀選12門徒嘅時候，佢上山通宵祈禱。當佢要上十字架嘅時候，去到客西馬尼園祈禱。祈禱可以從神嗰度支取力量，同神嘅聯繫。另外默想咧，我哋要思想默想神。懷師母都鼓勵我哋每日用1小時默想耶穌，耶穌嘅憐憫，耶穌慈愛，耶穌吩咐，耶穌教導，好重要。俾我哋係盼望我哋咧都能夠
勤讀聖經、祈禱、默想，我哋就能夠連於喺神裏邊。並不離開聖殿，即表示冇停止敬拜。咁當我哋用心靈嚟到神面前去敬拜嘅時候，就同神連結。亞拿就經常帶領上帝子民去到聖殿一齊敬拜。亞拿十分重視敬拜，因為敬拜正話都有講到，敬拜可以讓我哋心靈得到滋潤、得到滿足、得到餵養。咁喺我哋教會都好感恩、好欣賞幾位姊妹，佢行動唔方便要坐輪椅，但係都要叫啲仔推佢嚟，坐輪椅都嚟到教會敬拜，好重視敬拜。咁呢個係好欣賞。另外咧係禁食祈禱，即係表示咧亞拿冇停止過禱告，每日都操練禁食祈禱，同神建立緊密關係。禱告係一種關係，藉着禱告咧，讓我哋同上帝溝通交往緊密嘅聯繫，建立關係，有好嘅關係，人就得到一種幸福感啦。咁最近有個調查啦，就話近年咧，因為嗰個移民潮影響之下咧，仍然留喺香港嘅長者咧，好容易陷於一個社交嘅孤立當中。原因可能因為子女移咗民咧，生活冇咗重心，又唔需要湊孫，另外又擔心冇依靠，另外可能因為朋友移咗民，冇得揾朋友去飲茶，又冇朋友去傾偈，個人就容易喺呢個社交孤立當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咧做咗一個調查，去發現留喺香港嘅長者，即係啲親友移咗民，佢依然留喺香港嘅幸福感咧，過去一年係升咗喎。點解咧？調查發現咧，長者能夠同移咗民嘅子女，至少每一日或者每一星期能夠聯繫到一次，藉著電話或者各方面，佢咧就有較佳嘅幸福感。即係表示咩啊？雖然可能仔女移咗民，或者好朋友移咗民，但係經常有聯繫住嘅咧，佢嘅幸福感依然係好好嘅。所以溝通聯繫係好重要。同樣，禱告就係我哋同上帝溝通，亦都係好重要嘅。另外，亞拿佢每日嘅生活就係點啊？晝夜侍奉神，佢冇停止過侍奉。佢雖然係身體已經係去到年紀老邁，但係佢從年青嘅時候被呼召，去到年紀老邁依然係冇停止過侍奉神。從聖經經文睇到，亞拿並冇以消極嘅態度面對佢自己嘅經歷，佢冇因為丈夫嘅早逝而沉溺於悲苦當中，佢冇埋怨上帝，亦都冇離棄上帝。亞拿雖然年紀老邁，但佢仍然有盼望，佢從來冇停止盼望上帝。歲月可以攞走亞拿嘅青春同埋體力，但唔能夠攞走亞拿對上帝嘅忠心同埋侍奉。亞拿嘅事蹟能夠放喺聖經裏邊，係得到神嘅喜悅。亞拿能夠成為上帝祝福嘅管子，係有幾個好重要嘅因素。喺呢個2章37節，佢並不離開聖殿。咁其實當一個人喺侍奉當中，或者工作當中，或者做啲關懷工作，如果遇到困難咧，或者工作唔如意咧，冇果效咧，人就會懷疑自己適唔適合，容易沮喪、灰心，甚至放棄。我記得我1995年讀完清水灣嗰時有2年嘅傳道士嘅課程，讀完之後安排去西貢教會侍奉，一出嚟一個人打晒
即信。哇！我真係我同阿馮牧師，我唔識做啊，做唔到啊，唔知做乜嘢翻去啊！我遞辭職信，好灰心。咁你問翻啲前輩，我都遞過辭職信啦，個出嚟都差唔多，都灰心㗎啦，一齊侍奉啊！個個都有咁嘅經歷㗎，即係會讀完書，點知出嚟就完全另一個去到和尚另一個嘅環境，所以我哋會灰心，會想放棄。咁有一個心靈故事，就話到咧一個猶太嘅拉比嘅老師，佢咧喺星期日下晝去放低陪太太同埋仔女嘅時間，去醫院去諗住去探望幾個教友。咁去到醫院，諗住有名單，佢第一個諗住探，啱啱出咗院，咁唔緊要，仲有名單，佢就探第二個喺醫院裏邊，瞓咗覺，唔好打擾佢，唔緊要，有名單探第三個。去到未到門口啫，哇！已經塞滿晒人啦，有好多親友朋友嚟到探佢。咁算啦咁。仲有一個最後探另一個咧，最後一個點解未去到間病房，已經聽到大大聲聲鬧醫生、鬧護士，又鬧上帝，又話唔想見任何人。咁冇計啦，咁咪走咯。佢心中好想願意放低子女太太嘅時間陪伴，去探幾位教友，呢一個都探唔到，佢好灰心，好沮喪，咁離開醫院。當佢離開醫院，經過醫院嘅圖書館，閂咗門喎，放假。跟住佢見到，閂咗門，點解仲有個護衛員企喺門口嘅？跟住佢問護衛員：喂，你仲企喺門口做咩啊？都冇開圖書館，有冇人出入？個護衛員就同佢講：我老闆請我係要企喺度，無論開唔開，有冇人，我都要企喺度。呢個係我責任。呢個猶太嘅拉比透過呢個護衛員俾到一個啟發。其實喺我人生當中，可能做好多嘢，遇好多事都未必如意嘅，係咪？人哋唔睬你，你可能你好努力做一啲嘢，未必有果效，但係唔緊要，依然要緊守崗位，因為你係呢個責任，呢個使命，係咪？所以佢咁我哋睇到亞拿咧，佢雖然佢係上帝先知，上帝呼召佢，佢係上帝嘅代言人，佢嘅責任係咩啊？將上帝嘅信息同人去分享。亞拿雖然年紀老邁，身體能力或許已經衰退，但佢仍然係緊守崗位，為上帝宣講，晝夜侍奉神。喺九龍教會人去講論。
阿拿喺聖殿嘅侍奉對象，佢一切啊嘛，即係包括唔同年齡層啦，有青年、有中年、有長者，係嘛？佢能夠牧養唔同嘅年齡嘅人士，我相信阿拿佢懂得調教自己，同唔同嘅年齡層都能夠建立到好嘅關係。我記得我喺2014年被調派到去新蒲崗教會侍奉嘅時候，有位牧者同我講：哇！你過去10幾年，9年喺大埔三育，5年喺跑馬地香港三育，你一路都係做青年人工作喎，10幾年，而家去到新蒲崗做長者，你得唔得啊？我話學習調教下咯，我太太會幫助我調教我嘅。我個性咧係好急躁嘅人嚟嘅，又冇乜耐性嘅。咁我做牧會，我要求自己安息日咧係早1個小時返到教會先嘅。譬如我新蒲崗教會9點半開始聚會，我要求自己8點半要返到去。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我遲，如果有教早咗嚟，冇唔入，企喺門口咪好唔好意思咯。所以我要求自己早1個鐘頭。咁多年以嚟，無論喺跑馬地、喺大埔、喺沙田，我都係要求自己早1個鐘頭要開門，因為有前輩教我哋作傳道嘅人啊，早個教友返教會，遲個教友離開教會，即係變咗呢個係入咗我嘅腦，我嘅咁嘅做法。咁我話我同阿妙講，你晏啲出啦，我出去啲，我早啲出去啦，星期6。佢話唔好嘅，一齊出啦咁樣。咁我話我一齊出啊，咁要7點半出門口咯。7點半1個鐘頭車內，返到去8點半咯，係嘛？咁好啊咁樣。我好多時我早起身啦，預備晒咁樣，我已經換晒衫彈緊去，我已經睇個錶啦，係嘛？我已經喂遲咯，乜跟住咧我已經企咗門口孭埋背囊，已經翹埋手，黑色嘅塊面。佢咧仲喺度慢慢喺平時返工嘅袋咧，將嘢紙巾啦、手機啦、八達通啦、身份證啦、搓手液啦，慢慢擺落7點半啊嘛，哇！如果咁問咧，我要跑去追嗰班車，我唔想咁跑啊嘛。咁我咪已經黑晒面，我黑面啫。你估嗰日我好唔好受啊？我都唔好受嘅咋，佢咪黑翻面我咯，係咪？咁點咧？咁我咪我學習忍耐、等待，呢個上帝要我學嘅功課。我慢慢調適緊，咁要學習啦，係嘛？唔容易。咁以前侍奉青年人，而家侍奉長者。以前同青年人可能彈吉他，而家咪彈小吉他咯。以前唱福音讚美詩咩讚美之泉福音詩歌，而家咪唱福音粵曲咯。以前同青年人行山跑山，而家咪同老友記去包團去旅行咯，一樣得㗎嘛，係咪？即係我哋要調適自己。咁啱啱上個安息日，咁喺內地咧有位傳道人，去探下黃牧師入清水灣。不過佢先嚟咗我哋教會都有位姊妹識得佢，就嚟咗我哋新蒲崗教會。咁聚會咧傾下偈。我知道我問裏邊係咪而家小朋友唔翻得教會喎？係嘛？佢話18歲樓下唔俾翻教會㗎。咁我話咁點算啊？報道咁樣冇咗青年人。佢話我依然有㗎，有喺教會側邊咧有間房咧就俾小朋友，就會咧係有導師帶住佢哋而喺門口咧人有睇住出邊有冇咩人如果一有人嚟咧，佢就即刻提通水，叫導師咧就唔好同小朋友講聖經，就俾晒佢哋喺度畫畫上美術堂。哇！佢話要靈巧像蛇㗎，而家佢都要調適自己，因為喺政府
一啲嘅制度之下唔容許嘅時候，佢哋都要諗啲方法嚟到轉變。喺羅馬書，保羅有勸勉我哋，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嘅人，我雖然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人，為要得律法以下人；向沒有律法嘅人，我就作沒有律法嘅人，為要得沒有律法嘅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嘅人，我就作軟弱嘅人，為要得軟弱嘅人；向什麼樣嘅人，我就作什麼樣。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呢個就係保羅嘅宣教學，俾我哋學習點樣要識得變通，係嘛？但係真理不變，方法有好多種。我哋好欣賞喺今年嘅1、2月末世木星，就係介紹到中國醫生米勒爾醫生，係嘛？米勒爾醫生佢就嚟到中國去傳福音，佢點啊？佢將嘅自己嘅裝扮變成中國人，留長辮，着華裝去接觸中國人，就好有果效。所以我哋好欣賞一位呢個係先賢，佢嗰種嘅佈道精神，係嘛？其實講翻啦，我嗰年喺度跟阿趙師母學習，好欣賞阿趙師母。我哋青年嗰時咧，仲有啲咩先？阿朱明啊，或者咁個啲青年人啊，嗰時就咁個咧好多阿 Lam 啊咁樣。我哋咧聚完會，即係跟住有青年團啊嘛喺度。完咗青年團咧就最精彩啦，就一齊去食飯。師母都跟埋我哋一齊去嘅。師母咁嘅年紀都同我哋青年人一齊玩。所以師母無論咩年紀，佢都可以牧養到啊，因為佢肯同我一齊玩啊嘛，一齊去食啊嘛。所以趙師母都係懂得調教自己，係嘛？路加福音28章上半節話：正當那時，他進前來稱謝神。亞那去珍惜時間，把握機會，正當嗰刻，係嘛？就將關於耶穌上帝應許就同佢跟從佢嘅人去分享，所以我哋要把握時機。喺坊間咧，亦都有5道人生或者6道人生啦，係嘛？道謝啦、道歉啦、道愛啦、道量啦、道別啦，即係提醒我哋，如果有人要多謝，你盡快同人講，唔好擺喺心裏邊。如果有對唔住嘅，早啲講，係嘛？如果有想你對嗰人有愛嘅，你表達。如果你唔表達，可能俾人搶咗啦。所以就呢表達，可能你得兩個結果啫。一係唔得，被拒絕，好瘀；但係另一個選擇，另一個可能你得到嘛，係嘛？所以大膽啲，係嘛？珍惜機會就去表達。如果你唔表達，可能就真係冇機會啦，係嘛？咁亞那嘅人生咧係有意義嘅。佢雖然年紀老邁，身體能力下降，但佢時時把握機會去祝福人，使人幸福。亞那嘅榜樣係值得我哋學習。我哋應該把握上帝俾我哋嘅能力、才幹、恩賜，去祝福人，使人幸福。我記得我喺跑馬地嘅時候，咁關國新牧師有啲人識，有啲人唔識啦，已經過咗身好耐啦，有廿幾年。咁即係佢後尾安排咗住護老院啦，喺呢個九龍塘。咁我哋探佢啦。咁佢都行得走得，不過可能擔心佢冇人照應，所以安排佢住護老院。咁嗰啲都係高級護老院嘅。咁佢話：唉，周教士，你嚟真係好啦。我都好忙㗎，喺護老院。我話好忙，有咩做啊？阿關牧師，佢話：因為咧中心嗰啲職員咧知道我係牧師咧，
佢哋成日都邀請我喺聚會分享喎。佢話叫佢喺院舍同啲老記講道啊，分享喎。哇，哇，班牧師你好犀利喎！我入到老人院都可以讓上帝話語祝福人喎，係嘛？咁另外朱牧師都係啦，朱天明牧師係咪？大家我聽啦，即係有位同工去經常探佢喺院舍嘅時候，朱牧師成日喺望住窗㗎，喺窗望出去㗎。佢話好忙㗎，我成日為路上嘅人祈禱㗎。哇！喺住院舍都可以祝福人喎，係嘛？所以唔好輕看你自己，係嘛？或許你已經年紀老邁，需要人照顧，你亦都可以讓照顧你嘅人得到幸福。只要你願意配合照顧你人嘅幫助你，唔好扭計，唔好令人難堪，你就祝福佢啦，係嘛？或許你因意外成為傷殘人士，也有你嘅價值，你亦都可以祝福人。當你願意接受社工、專業人士嘅幫助，你就係祝福佢啦。因為你唔要去幫助，佢就冇公開噶啦，就冇收入噶啦。你願意俾佢接受佢嘅幫助，佢又有公開，係嘛？你祝福佢啦，祝福佢成個家庭，係咪？由始至終，亞拿並冇因為自身嘅悲苦嘅經歷，或者身體嘅老邁難咗去侍奉神，佢仍然緊守崗位，成為上帝祝福嘅管子。盼望我哋每一位都藉着亞拿嘅榜樣，鼓勵我哋成為上帝祝福嘅管子，讓身邊嘅人係得到照應，得到福氣。其實耶穌一生都係，耶穌話：讓福音10章10節，我嚟係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豐盛就係幸福、快樂、滿足。耶穌嚟就係祝福人㗎啦。耶穌所遇嘅任何人，經歷過耶穌嘅，肉體得到醫治，心靈得到安慰，係咪啊？好愉快，好美善，願上帝祝福我哋。多謝周牧師為我哋帶嚟正道嘅信息，願意我哋都把握時機啊！把握時機去做上帝分派俾我哋每一個人身上面嘅工作，無論係乜嘢，只要係佢派俾我哋嘅，只要係我哋可以做到嘅，我哋願意去做嘅，我哋就把握呢個機會，去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得着呢個福氣，讓我哋甘心為耶穌勞力。讓我哋一同起立，同唱我哋嘅回應詩第455首《為耶穌勞力》。請會眾起立。
受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以及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們眾人同在，從今直到主耶穌基督嘅再臨。誠心所願。會眾請就座默禱。